总统蔡英文人已经到美国洛杉矶，等下咱还点点外，会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闭门会谈。一个罗西亚总统普廷是区边资深的军官叛徒，骂普廷是战争犯，佢也向普廷惊暗杀、惊新冠节节雷波。印度跟中国交界一搭山区遭崩碎，尚无7人死亡，因为游客唔插警方管制硬就山，才发生悲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总统蔡英文人即阵是已经到美国洛杉矶啊。美国西部时间早起10点，也就是咱等的还点外，会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闭门会谈。会议了后，两个人嘛公开发表谈话。总统蔡英文结束8日4月行程了后，伫比赛时间7时暗时过境美国洛杉矶，坐轿跑聚集伫饭店头前摇国旗，大声甲总统小酒问。蔡总统嘛真亲切甲伊握手，嘛甲现场的支持者握手致意，大家有热情欢迎的声音，是压过对面抗议的中国民众。专机到洛杉矶的时阵，驻美代表萧美琴甲 AIT 主席罗森伯格嘛专工去飞龙机场甲伊迎接。蔡总统嘛甲罗森伯格握手，三个人真欢喜做伙翕相。总统蔡英文按算伫比赛时间7午10点，也就是台北时间7日翻点过1点，伫洛杉矶雷根总统图书馆，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还有下党派众议员面对面交流，会后两个人嘛发表公开的谈话，后续嘛有下党派议员的记者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跟麦卡锡议长以及美国跨党派众议员的面对面交流那我们相信民主伙伴的友情会像加州的天气一样炙热，那民主这个自由的光芒也会像加州的阳光一样闪耀。总统府副秘书长张顺涵嘛指出，蔡总统伫过境纽约的期间，伫纽约时间3月30，甲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瑞有见面。3月31离开纽约进前，嘛甲3个美国参议院下党派参议员做伙食早餐。蔡总统除了感谢美国总统拜登甲下党派参众议员对台湾的支持，嘛答应讲台湾会做好依附区域和平谈判角色，甲会高中的经贸谈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 Trump 涉嫌提钱、封人嘴、搁做假销，互人起诉34项刑事罪名。昨日是亲身去纽约出庭，否认所有的指控。Trump 目前伫咧共和党，至少要甲6个竞争者拼总统的提名。顶一日有一份民调显示，Trump 的声势若无受到影响，阁有压悬。有专家就认为讲，诉讼案可能会互 Trump 的支持者更较团结。支持者大声喊美国。官司电审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伫民众欢呼声中上台。伊伫美国时间7时出庭宣了，登去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谈话，有关坚持伊无做任何违法的代志。伊控诉司法体系对川普家族有受分，也个暗示讲，若是伊也是总统，就当防止中国甲俄罗斯结盟，美国的经济也袂遮尔歹。The only crime that I have committed is to fearlessly defend our nation from those who seek to destroy it. 川普进前对2016年竞选期间支付失情骗女明星13万美金封口费的案件，伫纽约出庭应讯。面对检方指控其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伊全部拢无认罪，一直讲伊受到政治迫害。川普也是美国第一位面临刑事起诉的前总统。若是定罪相关的被判136年。川普继续拍到，互美国再一遍伟大口号，将至少5位竞争者要向总统大选党内提名。目前的声势是暂时领先。专家讲，即马一个无法度看出刑事诉讼是毋是对川普的竞选有长期的影响。不过短期内确实会当带动川普的支持声势。公司新闻牛延编译。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了后，一礼拜陪罗西亚总统普廷出访180届资深军官卡拉库罗夫，伊是看袂过普廷的作为，去年10月利用出差叛逃，骂普廷是战争犯。卡拉库罗夫阁夜空坐雷波，讲普廷惊新冠、惊暗杀，这4年来拢是秘密咧地下碉堡，惊讲这坐军机的去互拍落来，所以讲拢是改坐装甲列车，而且伊惊伊的手机去互监听，所以讲是完全无咧用手机啊。身躯边是随时炸一卡专用的通讯箱。
所以讲，普丁对外界了解，拢是伊的亲信甲国营电视台甲讲的。不过，在身躯边的人惊普丁生气，定定拢是讲好听话，造成这普丁是已经完全脱离真实世界。 35岁卡拉库罗夫真正是普丁身躯边上秘密经营的俄罗斯联邦警卫局 FSO 的通信军官，负责伫总统甲总理所到的所在建立安全的通信网络。自2009年到去年底，被普丁出访超过180遍。普丁去年对乌克兰开战，互卡拉库罗夫决定要叛逃，因为伊无想要互家己的囡仔受到洗脑的教育。卡拉库罗夫去年10月。 趁去哈萨克出差时阵，带着看守囡仔脱队坐飞机去土耳其伊斯坦堡，这嘛已经互俄罗斯列做通缉犯。独立调查机构档案中心几多遍采访卡拉库罗夫，知影普丁正惊新冠病毒，已经连续第4年无甲外界接触，就算是参加半点钟的活动。 安全人员也隔离2礼拜才当瓦军，伊拢无用手机甲网络，只个人相信伊亲信的消息。伊也真惊被暗杀，自开战了拢袂坐专机，只个人坐装甲车。去年10月去哈萨克访问时阵，又阁叫俄罗斯的大使馆乘船防空河。Президент оторван от мира. Он живет 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коконе. Последнюю пару лет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ремени он проводит именно в своих резиденциях, которые СМИ очень красноречиво называют бункерами. Он 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и боится за свою жизнь. It means a lot. It means much more than def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any other security structure, law enforcement structure. 不是普丁演讲的全国人，这嘛带伫以色列的俄罗斯专家加利亚莫夫讲，伊相信大部分的俄罗斯精英私底下拢反对普丁的战争。若是西方对因提供一条退路，临时制裁，可能会有更加侪人离开。另外，要防止高官甲国家企业的个人叛逃，俄罗斯国安部门这嘛拢甲这寡人的号召没收。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北约队长开始举行外长会议，非会员国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拢有受到邀请。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强调，会加强甲北约合作，佮欢迎北约友好甲印太国家的关系。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限制半导体设备出口去中国。 中国怀疑是为着报复，都咧规划限制电动车爱用到稀土出口。英国《泰晤士》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现今要看守卡米拉，互人质疑迫害戴安娜王妃的婚姻，所以伊的头衔真受争议。但国王查尔斯加冕典礼邀请佩剑刚，正式用 Queen 王号称呼卡米拉。随瑞士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今日访问波兰。 波兰的官员表示，这是一场正式的访问，会讨论安全、经济多方面的支持。泽伦斯基嘛去见到去波兰的乌克兰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被起诉，出庭的过程除了话家己无做，其他时间拢去点。不过结束了后，伊是随办活动演讲，未处理案件检察官甲法官。 中国甲印度自1962年开始，就因为两国边界领土爆发节冲突。这个月初二，中国为着宣示主权，表示讲要甲喜马拉雅山附近11个有主权争议的所在重新号名。这已经是中国第3届大主大意改名。对2017年到今已经改过32个所在的名，引起印度强烈反弹。印度强调讲，遐是因的阿鲁纳查邦，是印度绝对袂当分出去的领土。 因是绝对袂承认中国这款改名行为。远远看去，中印边境有山谷、丘陵甲白色砍掉的山峰。中国甲印度长期有边界领土的争议，占据中国为着要宣示争议领土的主权，彻底宣布对因讲的中国国内的纵南地区部分地名做标准化处理，就是重新替11个所在号名，引起印度强烈反弹。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对我国藏南地区的部分地名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为中国民政局公布改名了的新地图，会当看到11个所在，包括5个山峰、4个地区加2条河川，拢用红字来表示新的名。不过，印度政府认为这所在是印度领土阿鲁纳查邦，是印度神圣袂使分割的领土，对此表达严正的抗议，强调拒绝接受中国改名。
Government of India very closely follows all developments which have a bearing on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we would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m as necessary. 印度外交部指出，这不是中国头一届单空边界地名。过去在2017甲2021年，中国就捌改过阿鲁纳查邦的部分地区名。中国家己改名，无法度改变印度有领土主权的代志。过去双方就捌在1962年因为领土问题爆发战争，到2020年双方在边境的拉达克甲加曼谷爆发真济的冲突，造成双方的士兵至少24个人死伤。双方关系最后在外交甲军事会谈之下，才重新稳定落来。2022年。12月，双方在阿鲁纳查邦的达旺地区又搁发生冲突。这届中国搁改地名宣示主权，有可能甲顶个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决定，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印边界，表示阿鲁纳查邦是印度领土有关系。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印度东北部甲中国西藏交界一笪山区，昨是放射，上无已经有7人死亡。搜救队是怀疑讲，抑佫有未少人红戴伫咧涂骹底。当地民众就讲，警方早就已经警告可能的放射禁止上山，不过游客煞无插警告，才会发生悲剧。伫印度东北部和中国西藏交界的石金邦，确实是发生放射，造成游客红戴在内面的意外。军方讲已经救出20个，其中13个受伤，有8个是真危险，另外7个人死亡。发生意外的地点是喜马拉雅山区的纳土拉山坡。这游客几台车伫当地时间早起11点半左右，拄着放射风带伫内面，救援官方是出动救援机具要吐射。边仔嘛有看到真侪人摕土啊在学，想要救出更加侪人。有看到现场的人讲，这游客是因为无得插官方禁止入去山区的警告，硬要撞入去，才会造成这个悲剧。मतलब नीचे से भी पुलिस लोग आके टूरिस्ट लोग को मना किया था वहाँ से मतलब स्लाइडिंग आया है वहाँ से ऊपर मत जाओ थोड़ा मतलब गाड़ी ऊपर तक नहीं गया था सब गाड़ी को वापस भेज रहा था फिर क्या हुआ वहाँ पर बहुत बड़ा आपका स्लाइडिंग था ठीक है ना स्लाइडिंग था वो स्लाइडिंग में सब लोग गए ऊपर मेरे हिसाब से 50 आदमी गया ये सब बोला था फिर अचानक से स्लाइडिंग आ गया फिर सब लोग दफन गया मैक्सिमम 1 आवर तक सब टूरिस्ट लोग नीचे था बर्फ के नीचे फिर यहाँ का लोकल्स लोग जो होता है लोकल्स लोग ड्राइवर आर्मी पुलिस सब मिला के 2-3 मतलब 12-13 लोग को तो बाहर निकल गया搜救行动已经来到第2天，官方讲可能有搁较侪人搁待伫西下骹，会拼全力来救援，绝对袂放弃。石金是真有名的旅游景点，逐年拢有几千旅客去遐耍。当地是伫咧世界第3高峰，甘城中加峰的山脚。纳土拉山坡是印度教朝圣者要去西藏的冈仁波齐峰，嘛通用错付一定会经过的所在。但是过去2冬喜马拉雅山区的放射已经造成至少120个人死亡。这摆放射的原因佫唔知，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2018年的研究指出讲，气候变迁增加放射风险。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咱头拄则看到放射造成伤亡，因为这山顶的气候变化是1万年的代志，爬山出事拢有可能撞到天灾，而且环境歹救人嘛真困难。所以讲，这搜救狗都是真重要的卡手。即阵带大家来看，这搜救狗是安怎训练的。训练员一话声，美国拿狗史塔西加德国牧羊狗内尔，随从去哩山坡。伫咧细堆内面一直片，找细帮了可能被带伫咧下骹的人。发现目标，内尔随大声吠，也个用双骹一直学，愈学愈深。甲比伫咧细堆内面等人救的训练员拖出，一遍搁一遍的训练，一开始先救因熟悉训练员，后回则个救因唔捌的新混人，每遍拢达成任务。乃当得到热情的学老，梳头鼓励，一个人算因上喜欢的优素啊。用算来学安怎救人，将来一天过一天，人甲狗的合作愈来愈密。这是法国阿沃里亚兹度假地2只细帮救援狗普通时的训练。Voilà, c'est avec ça qu'on l'entraîne beaucoup. C'est son jouet, c'est son Graal en fait. Il adore tirer, donc c'est ce qui nous fait le lien entre le maître ou même sur un étrange. 训练员伫咧模拟训练中也体会到，那真正好细台调。
身体心理拢正不安，不过鱼仔则听甲特别清楚，会当帮助伫灾难发生时阵快速正确反应。搜救狗会当伫咧山区顺路服务几落年，会当对人责任坐缆车、驶地奥多摆，或者是直升机伫山区快速线顶动机动成员斗相共救人。顺路队伫必要时阵，会用人工制造小型细帮，减轻细压力，避免造成大规模细帮。因若管线的安全，抑有其他爱注意的。This morning, I have seen an area is too dangerous. 厝市场的安全经理，每工拢是第一个使用坡道的人。伊一早起就出发检查厝市道的附近是毋是容易造成受伤的石头、空，或者是碰起来物件。若发现就采感觉式的白影，搁用网仔箍起来，莫互人挖。但一切拢全好势，厝市道才会开放，互所有来耍的游客拢有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过去常常有人讲，狗仔找狗咧是因为看到歹物仔，互人感觉心惊惊。不过，即阵匈牙利的研究是发现讲，这狗仔找狗咧其实是甲因的基因有关系。狗仔甲龙过去血统真相活，因会透过找狗咧的方式去警告同伴，去叫同伴，卖当宣示主权。血统若是愈活近龙，这狗仔就愈够嗨。所以讲，这找狗咧是因为看到歹物仔的讲法，其实是民间的迷信。这只看起来真乖的哈士奇，互主人牵入来房间内，研究人员开始放一段野狼在叫的声，互狗仔听。听野狼的叫声无偌久了后，这只哈士奇突然间就开始一直找狗咧，找甲足激动的。另外一只品种叫做马蒂犬的狗仔，听到研究人员放的野狼的叫声，只是轻轻啊吠两声尔尔，就拢点点啊趴在涂骹听。偏偏是狗听到野狼的叫声，反应哪会差遮尔多？匈牙利的研究团队讲，主要的原因就是狗仔的品种无同。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罗兰大学，一个专门研究动物行为的团队，总共找68只有人饲的无同品种的狗来做实验，结果发现，若是参像哈士奇、阿拉斯加牛雪车的狗，这个较古早品种的狗，听到野狼的叫声了后，就会吹狗犁来回应。但是，若参像拉布拉多、贵宾这有互人类混种过，还是品种较现代的狗，就对野狼的叫声无虾米反应。Those breeds which are genetically closer to wolves are more prone to respond with howling. 研究人员讲，野狼会透过叫声来甲共一阵的野狼靠做伙，也是对其他无共阵的野狼宣示领土的主权。虽然狗甲野狼是近亲，但是狗仔互人类饲久了后，就渐渐失去本能的反应，干那会晓用吠的，愈来愈袂阁吹狗犁。This is kind of the first time we could show actually that domestication had a high impact, a strong impact on vocal behavior of dogs. 这项研究嘛发现，只要是5岁以上成年的狗，就会出现对野狼的叫声无同款的反应，而且公的会比母的反应更较明显。所以后摆听到狗仔吹狗犁，莫阁叫是伊是看到啥物模型啊？其实伊只是一只会晓讲古早狗语的狗仔。记者甘美恁编译。有9000年历史的斗牛，看到真刺激，不过却是一项涉嫌着虐待动物的活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目前也有咧斗牛，而且佫有专门的斗牛术学校。内底学生袂少拢是未成年的囡仔，上细汉的才6岁。一寡囡仔讲，家己的梦想就是成做斗牛师，这是互动保团体批评讲，斗牛学校助长虐待动物的恶行。像阮阿色的番仔麻在春典，这9岁的帕雷德斯是穿乌漆色的斗牛装，准备要徛起哩伊期待足久的舞台。下面同款，这少年就去斗牛的有真侪人，因拢是委内瑞拉西北部梅里达斗牛学校的学生。想要接班，因为帕雷德斯的哥哥嘛是斗牛师，而且因妈妈已经烧斗牛烧足久啊。La tauromaquia es algo tan apasionado, tan el que sabe de toro sabe, por lo menos en mi caso que soy la madre de ellos, lo que uno siente cuando lo ve, cuando las cosas le salen bien, es disciplina, es arte.
亲像帕雷德斯这种学生，伫德国学校内面有17个，其中年岁上细汉的敢若6岁，上大汉的嘛敢若14岁，而且阁有一个是查某囡仔。学德语会遮尔时行，就是因为当地虽然讲经济歹，民众嘛是爱看德语，德语嘛正做美利达其中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这看伫个同胞团体的眼内，根本就是一个歹代。Al igual que creemos que es importante el apoyo de los ciudadanos para elevar el nivel de conciencia y no asistir a este tipo de eventos, es muy importante el apoyo de las autoridades. Es importante que trabajemos todos al unísono apoyando las vidas de los animales y no fomentar este tipo de lugares. 伫委内瑞拉一寡所在已经禁止德语，美利达的市议会嘛在审查相关的法案，未来嘛有可能禁止。目前除了委内瑞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厄瓜多和秘鲁这国家嘛无完全禁止德语。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邦一个总人口2500人的小镇，是以过半的选票选出用难民身份去德国的叙利亚人阿尔谢布尔做因的市长。阿尔谢布尔就表示，伊的胜利显示因包容世界的态度。1994年，伫叙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庄仔头出世的阿尔谢布尔，原本伫国内读金融甲银行的管理学位，内战爆发了后，为着要闪过红顶兵的命运。决定逃走去德国，而且以难民的身份伫遐住。了后完成制度化的教育，摕到政府文书人员的资格。无到半年的时间，伊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伫巴登符腾堡邦的一个总人口数2500人的城镇奥斯特尔斯海姆参选做市长。结果以55.4%的得票率，选赢其他2个竞争对手，成做德国西南部地区头一个为叙利亚来的地方爸母官。Kurz nach der Verkündung des Ergebnisses gesagt, da hat Oslesheim ein klares Zeichen gesetzt, hat Oslesheim in dem Sinne auch Geschichte geschrieben, auch ein starkes Signal für Weltoffenheit, für Toleranz. 阿尔谢布尔会伫6月份就职，未来8年的任期，伊甲重点放伫咧公共行政服务数位化，照顾老人甲囡仔，还佫有互庄仔头的基本生活服務佫較周至。Mich auch recht schnell dann entschieden. Habe seine Plakate und auch den Einwurf, den man so mitbekommt und was er hier alles im Ort mit den, ja, ich sag mal Vereinen und was sie alles hier so im Ort haben, auch den Kontakt gesucht hat, fanden wir gut und dementsprechend freuen wir uns sehr auf jemand Neues. 2015年到2016年这2年的时间，迄当阵的梅克尔政府收容要120万的难民，其中有43万是为叙利亚来的。阿尔谢布尔是这批难民申请人内底。伫政府担任上悬职务的人，根据移民研究团体的资料显示，移民伫德国的总人口数内底是占27%。不过全国敢有1.2%的市长是移民的背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甲比岛当中较高级的阿拉比卡岛，因为气候暖化，产量一直在减少。另外一种较好种，不过过去因为口鼻受冻，人较无介意的罗布斯塔岛，市面上是愈来愈多。越南就有农民改良这款人较无爱罗布斯塔豆，甲伊改做较有果子香，搁较袂苦，想要拍出一条新销路。到底是要啉阿拉比卡，还是罗布斯塔？爱啉咖啡的人，定定拢直接选啉起来较顺、咖啡因嘛较少的阿拉比卡豆啊。罗布斯塔啉起来较苦，咖啡因会使讲是阿拉比卡的2倍，定拢互摕来做水啉的咖啡粉包，一直互看作实惠。Robusta is immersed in what I call the vicious circle of bad quality, meaning that since it is a product with no premium and little prices, there is no incentive for producers to improve quality. 但是最近罗布斯塔豆仔的生产商可能会当开始欢喜啊！占全球咖啡产量6成的阿拉比卡豆仔，原本是对伊索比亚、南苏丹高原遐来的，适合生长的温度是摄氏19度。但是最近阿拉比卡豆仔因为受到暖化的影响，产量是减真济。长期以来，拢互 Starbucks 这连锁咖啡店排除的罗布斯塔豆仔，即马出头的时间到啊，因为因较唔惊热，会当伫23度左右的环境生存。伊的生产大国越南趁这个机会，把精品罗布斯塔提出来。Robusta nó rất là phù hợp đối với cà phê phin và espresso. Hầu như mọi người cũng cái lượng uống phin và espresso nó cũng nhiều, nên là nếu mà Robusta mình làm tốt trong cái vấn đề làm pha rô
Thì đối với Fairo á, thì uống nó cũng sẽ ngon, không kém Arabica. Nó sẽ có body cân bằng và cái hương vị của nó cũng không kém nhiều so với Arabica. 根据一份越南官方的报告，南美洲的巴西因为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和阿拉比卡岛的产量规个降，嘛，和越南的咖啡产业开始发展。2022年，咖啡产业的收入是40亿美金，比去年同期是增加32%。外界嘛认为未来市场会继续好落去。公司新闻张祖平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